山陀罗台风在全台造成的这个死伤以及失踪人数的统计啊，我们带你关心，这是消防署最新一报的资料，就是这一份。好，全台目前有2人死亡，219人受伤，1个人失踪。我们先来看看2人死亡的部分呢，分别是台东的66岁的男子以及花莲70岁的男子。好，台东这名男子他是当时开车经过台9线，撞到了巨大的落石，原本他还有意识的，但是送医救治2天还是宣告不治，主要是因为他的脾脏有重度挫伤。而另外一名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死者是在花莲寿丰乡70岁的老先生，昨天他在家里面修剪树木，一个不小心从3米高坠落，送医不治，让人觉得很遗憾。本来他就是担心说这个树枝可能在台风强劲的这些风势之下会掉落，没想到他自己亲自修剪，却造成他摔落送医不治。另外，在失踪人数，我们来看看早上的消防署资料当中，失踪是2个人，但是现在已经更正为失踪1人。好，现在这1个人呢是在云林梦幻沙滩不小心落海，那么疑似是一名移工，但实际的身份还有待确认。原本早上是说花莲也有1个人失踪，当时是民众报案说看到有人被水冲走了，但现在消防署澄清，那应该是民众误报的，所以现在更新了失踪人数就确定是1个人，是最新的消息。那么只是呢，现在全台湾受伤人数你看到不断的增加，受伤人数已经来到了219人了。早上的统计是全台有123人受伤，但现在呢增加了这么多。最新一报的这个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增加最多的在高雄市这里，高雄早上的数字是只有20多人，现在来到93人了，也就是呢台风登陆的这个地点是受伤人数最多的。我们要提醒大家，在这个台风登陆之后，虽然它的威力有稍稍减弱了，但是其实威胁还是很大的。大家没有事情，最好就待在家里，尤其山边海边不要去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